喺生活嘅各個領域，嗰啲傑出人士總能夠激勵我哋去進步，就好似足球界嘅朗拿度啦、美斯啦，籃球界嘅米高佐敦、勒邦詹士，田徑界嘅保特等等，都係我哋敬佩嘅人。對於就讀喺本會嘅年輕傳道人而言，呢啲傑出人士足以作為我哋榜樣嘅，應該係愛德華·哈利夫蘭、查理斯·布魯克斯、馬可·芬尼。但係講到奉獻，邊個先至係我哋嘅終極榜樣呢？縱觀歷史，好多人因為對上帝作出慷慨嘅奉獻而因此激勵咗他人。然而，仲有一位嘅奉獻係遠超眾人嘅，就係上帝自己。約翰福音3章16節話：上帝愛世人，甚至將他的獨生子賜給他們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滅亡，反得永生。上帝所賜下嘅最寶貴嘅，莫過於佢嘅獨生子耶穌。呢個係無與倫比嘅愛嘅彰顯啊！身為佢嘅兒女同埋門徒，我哋蒙召效法上帝奉獻嘅榜樣，靠住佢嘅恩典，將佢託付我哋最好嘅獻上，向最需要嘅人群傳福音嘅緊迫使命，亦都催促我哋以上帝嘅慷慨為榜樣。當我哋歸還11同埋承諾奉獻，即係定期同埋有系統嘅奉獻嘅時候，願我哋將自己嘅慾望放喺最後，而將上帝放在第一位。